基隆河顶个月受到油的污染，台水公司和基隆市政府昨暗伫町内弯弯路102巷一条水沟啊，发现到污染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源头是一间仓库，会来处罚。也毋过，针对11月27发生的污染这么源头是搁继续在调查。台水公司嘛强调讲，已经先全面停止用基隆河的水，会当至少搁提供10日的供水。基隆市暖暖区町内法院宫头前的大排水沟边啊，大型的怪手乌胶底涂埋，垃圾油马上浮出来，加在有杂油的锁啊阻挡，无流向基隆河。初日暗时，基隆市环保局甲台水公司因水道会勘发现垃圾油，按水头去对查，进行巡查。那我们也确实在它的地面上发现了大面积的不明的白色液体哦。那在今天早上的9点钟，我们再次到了正方仓储的现场。那我们确认这个污染物确定是从正方仓储的这个地方所排出。环保局研判健康程度污染的事实明确，下晡会依法罚3万到300万。市长谢国良是讲，这污染甲11月27漏入去加货的垃圾油目前无关联，不过也无排除是污染源之一，爱等待检调厘清。虽然是环保局片面判定，但几乎很确定，并没有直接相关联。但无论如何，它都是污染的基隆河，也就是我们的取水口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必须对它进行裁罚跟做相关的移送。又搁传出垃圾油的事件，台水总经理李定来对台中到现场坐镇，强调已经全面停止取基隆河的水，因那暖暖净水场目前由西市水库专量提供水。会设法由新山净水场调度逐工支援大约1万吨的水，经过评估，现阶段可以当维持大约10工送水稳定。目前来讲，会用到西市水库的水大概是只有1.6万吨，所以我们预估了大概应该是可以维持差不多10天的一个供水的一个稳定。台水强调暂时无影响送水的情形，接下来会进行污染水质的检测，确认无问题向市府报告。若市府也认定合格，就会启动取水。希望2工之内会当恢复取水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